今日率先同大家睇本目兩個嘅特色單位。第一間335尺連天台271尺嘅一房圖，第二間係511尺連天台376尺嘅兩房兩圖。行去地鐵站都係約1分鐘嘅啫。首先睇嘅係一房單位，望出去景觀都非常之開揚，客飯廳方正闊落，亦都見到客廳放咗2人嘅梳化，仲有個長方形嘅露台，晾衫啱唔啱好？採用咗開放式廚房嘅設計，亦都有個洗衣機同細雪櫃，仲有明火嘅爐頭。跟住我哋睇洗手間，亦都做咗儲物空間、淋浴嘅設計，有窗嘅。跟住我哋睇睡房，放到雙人床，仲有埋衣櫃。露台有成271尺啦，270尺係咩概念呢？就係你出邊見到嘅入門一房，仲有埋水龍頭添，你又會點用呢個露台呢？跟住我哋會睇嘅係兩房單位，客飯廳方正寬敞，亦有露台，望出去景觀非常之開揚，亦都設有 L 字形嘅廚房，洗衣機喺度，兩門嘅雪櫃，可以明火煮食。跟住我哋睇第一間套房，睡房方正，亦都為你預備咗衣櫃、洗手間、淋浴、名廁。望出去嘅景觀開揚，呢個 L 字形嘅窗景觀一流啊！主人套房方正寬敞，如果夜晚由窗口望出去，飽覽萬家燈火。同樣亦都做咗衣櫃，洗手間亦都係淋浴嘅設計。跟住睇嘅係376尺嘅天台，呢度咁闊落，你又會用嚟做啲咩呢？